咱的李先生主现录取帝国大学啊！因叫咱莫出门。阿嬷，外口有人呢。讲外口有瘟疫，外口足危险。啊，六只水鸡，母子开路，甲母开路，迎接转来，听起来是不是要讲要讲？我明报记者李俊贤。你探了个记，酷帅。以前你拢叫伊小姐，安尼太警察带领的。辉猛先生，这是命令。你是无？这瘟疫，到底当时会过去？